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平张伟民哦。最近一阵啊，咱大家往来真正食真济吼。今日下晡我嘛才食一粒尔啦吼。因为咱看到讲3月初的时阵中共要禁咱的这个往来，讲啥？咱的这个往来内底有这个孤神这款糖啦吼。但是有人讲这是这个政治操作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大家这个爱国心有影真悬救往来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阵中共讲要做啥？优惠台湾的这农民要推出到这个农林22条。内容包含着对台湾人也好，台资企业也好，伫咧中国做农业的这个经营，中共你啥资金的这个资源也好啦，土地资源拢总甲你支持啦，但是咱嘛看到讲过去咱都讲过啦，咱讲伊这根本就是启用你，互你大套房，技术甲你偷学了后，咱讲中国这阵就甲你出共款这个农产品大销咱讲台湾本地这个市场用真低这个价销，甲咱下价销等于甲农民拢抬了讲较好听的，咱讲亲像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伊甲你讲伊讲啥符合着台胞实际这个需求，但是有影名讲了是介好听实际上拢是以中共来得利为主啦所以即阵咱嘛看到讲农委会要透过修法来防止着技术的这个挂啦到底这咱讲的这个农林22条会对台湾农民有产生什么款影响？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天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代表请台经医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二代表请农业议题作家赵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代表请民进党立委蒋嘉宾。阿平好，观众朋友大家安。透过连线，咱嘛要连线伫咧台南后边咱讲兰花产业这个产销发展协会秘书长陈俊斌，主编兄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咱先来小解着咱头都有看到宣布禁止咱台湾往来进口了后，即阵讲要优惠咱的这个台湾这个农民22条的措施，有人讲这是统战的这个第一步啦另外咧，鼓励台湾人到这个中国来发展真正是要求咱的这个农民。吸引因过，咱头拄嘛讲到，这是一种饲你你大套房买手甲你抬掉这种做法啦咱嘛看到讲这个朱凤莲针对着咱讲过去这个往来这个禁令昨我讲咱验到这个误件啦这个误批这个往来有验到这个孤神但是咱讲这个孤神根本就无伫台湾有出现过先来听伊是怎安怎讲的，做来听。中国3月初1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引起各界批评。伫当下17，中国是提出新的方案，宣布对台优惠措施农林22条，讲是支持台湾人甲台资企业伫中国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是相关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伫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无论是暂停台湾地区菠萝的输入，还是出台农林22条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陆在对台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农林22条有立足新发展等3大特点，内容有农地、林地使用、用资便利，也加资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这些方面提出具体的做法，进一步为台湾人甲台湾企业提出同款的态度。国台办是讲，这加进前的31条、26条是共一个源头，会进一步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呼吁台湾民众爱把握。我们相信，台胞台企只要抓住机遇，一定能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国台办也在记者会上再次声明，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是科学合理的做法。佮强调，去年要向台湾通报28批往来无合格情形，按过无得到改善甲回应，所以才会暂停进口。批评讲是民进党当局家己甲大门关起来。关键是呢，民进党当局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不过呢是想要蒙混过关罢了。朱凤莲强调，中共一直在协助台湾农民，不过民进党当局一直抹黑。若是说来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的台湾水果会防禁止进口？朱凤莲表示，主管部门会依照规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有影，咱看到这个农林政策22条吼，陈明通嘛讲吼，满天钻金条吼，要杀是无半条啦吼。咱讲真正这有影哦。过去就是咱讲吼，大量生进技术，互咱因挑剔了啦吼，啊用到这个大量的这个市场吼，要来甲咱下价销，当然下价销咱是拼袂赢吼，尤其咱讲是这个品质。啊，这回农林政策22条吼，这个部分先互你土地也好，先互你资金也好啦，到尾啊，共款是生进这款这个效果啦吼。林山老师有啥物建议无？是，咱差不多几年前嘛，吼，伊就咧讲31条嘛，要迄个吸引台湾的少年家去遐发展嘛，吼，去遐创业。但是你也想看卖，敢嘛较好康？伊讲，每一个人去遐吼，伊互你加200万、300万，吼。那个免刑的啦，我袂讲，结果吼，结果阮过来朋友就试看卖，真正去遐甲申请啊，去遐结果伊是讲吼，这叫贷款啦，毋是讲你的啦，吼，所以伊上要重要就是讲，甲你的人吼先拐去，人拐去以后，吼，甲你技术来再甲你偷摕过来，啊，最后伊即马有技术了以后，再调转过来甲你翕过。甲即摆你看农业嘛是共款。农业，咱就来讲吼，即马咱伊甲咱进往来嘛吼。其实往来的时阵是2008年时阵马政府，吼马政府迄时阵 ECFA 甲迄个金砖往来吼，金砖往来的证吼，提过中国证，所以变讲即马咱即马伊遐禁止咱往来，因为伊遐有啊嘛，所以真侪代志拢安尼一直发生，包括啥？包括咱最过去讲的迄个咱讲石斑嘛，石斑，石斑，咱台湾以前叫石斑王国，王国，因为啥，一斤会使卖到1500块台票呢，1500块来，结果呢大量生进，石斑就是甲当初共款 ECFA 迄个代志共款，过去遐，吼，啊，咱少数的才会用这户，用这迄个石斑呢，过去遐，结果伊遐大量养殖之后，转来下咱家己的市场，结果石斑落甲剩250块一斤，1500变200啦吼，1500变250块一斤。最近个啥，迄个龙虎斑啊，龙虎斑19个，迄个龙虎斑，迄介绍真好吧？以前龙虎斑头遮大尾，一尾差不多卖到差不多要2000块、3000块安尼，结果即马一只咱200-300块啊，你卖。所以这个大你表示啥？表示讲，因中国就是要吸引你的人来，吸引你的技术来，吼，等你技术做起来以后，伊就过来甲你抢，吼，甲你偷窃你的技术，吼，甲你复制，吼，复制，甲你 copy 过，copy 以后，伊讲伊市场偌大，拢好笑，你过去遐的农民吼，你趁无，结果吼，拢害死啥？害死咱台湾的遮拍拼的农民嘛，所以伊就互你足少数的去遐，得到你，足少数去遐，互你吼都短暂的时间内，互你敢若趁有钱，结果呢出来以后，这技术过害死咱遮大部分的农民，一代拢是安尼，你重复你发生，所以伊即摆我是感觉讲吼，这农民吼，咱即马政府应该好好啊思考吼，咱要哪用技术方面。吼，啊，甲法律方面，来防堵咱的技术，吼，尤其是农业技术外流过去中国。有影啦吼，这个中共吼真济农民有一寡这个想象啦吼，卖互因食这个卖贩药啊吼，但是有的这个农民根本就无想要参与到这个22条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过去真正中国吼，因讲啥？这个有利台湾的这个措施做甲真济啦吼，但是讲啥？过去有海峡两岸这个农业合作企业园区啦吼，咱讲97年开始甲06年，然后咱讲吼提供互你土地，啊你讲吼这个租金嘛是税金吼真正互你优惠啦吼。另外2006年甲2011年的时阵有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然后另外吼咱头拄嘛讲到上主要这个政策是咱有这个 ECFA， 也是过去有这个吼惠台31项措施，甲对台26条措施，即阵农林22条措施啦吼，真正就是讲资金互你吼，啊真正会当吸引到咱的这个技术过吼买手即个。吼，咱看到讲技术甲你学了，啊，请咱的这个农民，吼，你就等于台湾吼，搁再一遍啦吼。这款的这个部分吼，真正这个农民已经看真济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有另外一个产业吼，咱等下讲到就是兰花啦吼。咱即阵要搁请教这个秘书长吼，伫咧台南后壁吼，咱昨晚看到讲，其实咱这个世界吼排到顶的，就是咱的这个兰花这部分，真正是世界 No.1 吼，真正。但是咱讲吼，即回吼。
因讲22条，这个措施会当互恁真正这个吸引力吗？继续请教秘书长。咱台湾篮协吼，最主要会当有进这个世界整体竞争力吼，是咱一个台湾进篮协产业主要的一个迄种创造出来一个产业啦吼。所以讲，伊伫即个过程当中咯，其实伊毋是纯粹一个讲啊，只要你提供像咱农委会这迄种产业化这20-30人来，对咱产业的辅导。有利足侪政策，有足侪的研究，农民咱有品种的研发，一寡新的品种的这个部分适应全世界大家的需求，甲来造成讲咱今仔日整体产业有这个规模化，嘛有这个竞争力。所以呢，其实咱20当前，其实咱嘛有产业，南汇一寡产业其实嘛是有过大陆遐，但是去到大陆，其实主要拢是以国内的市场为主啦吼。但是2007年呢，因为国内迄种大陆国内的一寡市场需求的原因，所以大部分的迄种业者什么就当退出迄种大陆的经营。啊，咱主要因为咱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市场，所以历尽这个时阵呢，如果讲好，虽然这个时阵有迄种有出台一个农林22条的会台，但是问题一般这种只是正提供土地，啊来去遐有一寡应资的管道，啊来面对是迄种国内市场的竞争。我相信这个部分对进台湾的花的这个市场，佮含业者相对来讲是无感的啦吼，啊嘛袂因为安尼的方式，就感觉讲这个市场，因为毕竟这个时阵，到要去做国内的大陆国内的市场的竞争力，这个时阵呢，其实含咱进做全国的全世界的市场来讲，迄是两个方式。迄种要谈大陆这个所在来做外销全世界这个部分呢，伊的条件含伊的优势。这含台湾进这个环境，其实拢无法度去做这方面的比较，嘛无法度去做这方面的竞争。所以进台湾咱会当面对，咱会当把咱的产品外销去到全世界，是因为整体产业的优势。袂因为这个土地，嘛袂因为讲啊，只是出台啊，安尼咱就谈咱台湾才做得好啊。更加农委会伫咱迄种政府伫这方面的对产业的支持和辅导的一寡措施，其实咱伫遮就当咧做啊。所以咱无伫这种出台这个政策，迄种产业内底本身是感觉讲对这部分呢，其实无迄个感觉，嘛袂讲啊，安尼部分就会造成讲啊，大家要去大陆迄边去做这方面的投资。是，所以咱讲吼，南回这地吼，因为咱讲伊是较一个高产值的这个咱讲是农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头拄秘书长讲的无感觉啦吼，若是种22条吼出来了无感觉，但是对着咱讲吼，真正可能会向城过这农民来讲，22条是毋是介优惠咧？尤其咱头拄讲着吼，农林地啦吼，咱讲吼，这个过去吼，你要去遐找无地面怎？中共政府帮你找。保费咧吼，就是讲吼有一寡这个保险吼，咱台湾嘛有一寡这个天灾啦吼，你伫遮吼，因就甲你塞一寡吼，咱讲保险互你免钱啦吼，也是讲吼这个补助资金的这个支持啦，贷款吼嘛甲你传便吼，冷链这个部分，也是讲这个休闲的这个农业啦吼，咱讲这个123吼，就是讲吼原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食材也好啦吼，也是讲第2个加工，第3个伫咧通路拢甲你斗3工吼，这对其他毋是遐尔高产值的这个物件吼，敢有影响到会向城过？咱继续请教作家。这边吼，中国对咱台湾这个农林22条的措施吼，有一个上大的无共款，就是伊是为规个农业的、产业的上游、中游到下游，咱讲这个产业链吼，伊规个拢包起来。是。好，第二就是伊除了畜牧界以外吼，差不多所有的你想会到和农业相关的吼，包括。咱头拄讲的花卉啦、水果啦，吼，甚至即个休闲农业啦，吼，这伊拢总甲包起来。这按过去头拄主持人讲起来，譬如讲农民创业园区这也好，这是较单点式的，吼，较针对性的。但是伊这边吼，就是咱护鱼啊，这网啊、护类吼，伊想要全部拢护起来吼。全部拢甲护起来。所以我相信因要出这招吼，应该是拢对台湾拢。就深入了解出这啦，比如讲咱讲这个用地、农地部分啦，用电的部分，其实拢是即马台湾吼
农业发展较困难的所在吼。我特别看到因这内底有一个叫冷链仓储，其实咱农委会为咱小英肩负起来了，其实就足强调这点的，所以伊是足济代志拢是针对台湾即马要做的物件。真了解咱在做啥就对啊。啊，但是当然咱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遮烦恼，就是讲因为毕竟伊这个政策吼，咱若认真甲看吼，当然是对伫遐做农业的台商，较有诱因啦。OK， 你讲咱台湾农民敢真正有着看到这个气吼，我是感觉罕咯。当然，咱爱了解讲，尤其为1990年开始，其实迄当阵的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和大陆迄边农业算交流算真济啊，真密切着对啊。是。当然这坦白讲啊，也要去的技术，迄当阵拢已经去啊。OK。啊，留伫遐的，咱讲台商有伫做农业的，差不多拢第二代啊。所以我就讲，为什么因这就真正对台湾有研究，就是讲，这内底就无脱无界。其实脱无界迄当阵，1990年的时阵已经去足济啊，拢伫遐落地生根啊。好，所以无照你因即马欠低吼，应该是要叫愈济人去吼。但是因这，所以伊拢是拍着咱台湾即马吼较歹过的。就是伫遮发展有一寡拄着一寡困难的，伊就拢甲你拢包起来，包山包海这个意思吼。伊就看到咱的这个困境。所以我嘛感觉农业会这边的反应算真紧。OK。所以第一时间不管为这个法律面哦，还是这个产业发展，其实拢有一寡反制措施啦。所以我是感觉讲爱看中长期因后壁佫有啥物物件啦。第一期我是认为是目前看起来是嘛是一种宣传啦，伊检议过啦。吼，对台商当然创农业的也感觉足欢喜，但是对台湾的创农业的农民，我是感觉目前是还好。是，所以咱嘛听到讲吼，这个陈吉仲啦吼，昨这个农委会吼嘛开记者会吼，这个主委甲咱讲啥？伊讲吼，这个台湾的农业抑个领先哦，领先偌久？领先3冬，但是3冬了后有一个系统性的崩盘无？会惊无？委员？我是感觉讲奇怪，咱台湾的媒体是倒位占着药啊吼？咱会看到讲农林22条，当然是一个优惠措施啦。是。但是你要看到农，无要互咱的王来，甲咱王来拍转来，要互咱的王来农败饲，这是对咱的农民不利嘛。但是这个农林22条，毋是对农民呢，是对台商台资呢。咱来看吼，国际上啦，国甲国咧经济贸易咧交流啦。准讲我的市场要开放，你来卖物件好啊。这是对你好康，但是准讲我牵去你的国家投资，是对你优惠呢。所以讲，我的市场，你准对我无好，我市场要开放，互你卖物件。但你要来投资，我欢迎无？当然嘛欢迎。所以任何国家要欢迎外资外商来投资，当然优惠措施当足多啊，对无？你讲南非，南非你无讲你中国怎无欢迎咱去种？咱越南咧欢迎啊。我做者台商的朋友，因拢伫越南。中部林东遐咧种南花啊，对无？是看人那像讲你会知影，吸引外资来外商来投资，介绍咱2个3个单位讲，啥物人的优惠条件？伊拍5折，伊拍3折，我讲我遮安那你就来就好啊。捧钱来甲你遐投资，我当然看你的条件有好无。所以你国台办你讲农林22条，咱毋是讲甲人对我作伙，毋是呢。咱台湾的台商是我资金摕嚟，我讲你越南安尼，中国安尼，这个辽国安尼，看要去倒位？这哪有讲啥物？即马毋是讲今仔日甲台湾的农民扒一个，即马换这个措施甲你收缩的，无啊，台湾农民足烦恼的啊，我往来无法度销，你甲我扒的讲，去讲都希望咱的台商摕钱遐投资，你是对毋对啊？甲我扒的，叫阮的台商管起来，阮并非是往讲出来的人，我较辛苦，我做事，我要卖你往来，希望趁你淡薄仔钱，对无？结果呢，你甲我先转来，然后呢，叫阮兜有钱人去甲投资，这是对毋对？这毋是咧弥补我呢？这是咧人占便宜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农林22条优惠，伊是一个典型的招商吸引投资的手段。你讲要互我台商的投资去遐，咱比较2个嘛。第一，甲你本国比较；第二，甲其他国家比较。比如讲，做者国家为着要保护伊本国的企业，所以你外商要来投资。你可能无法度得到甲本国人同款的优惠，所以讲这22条，台商有要去无？无要去无？第一比较嘛，你是毋是本地大户？你要互我？
比如讲恁遐租地，吼，啊，你遐一寡政府优惠措施，是毋是本国人以外，阮外商来投资，你嘛要互啊？这差不多就安尼尔嘛，你甲读的，就是讲，阮即摆呢，阿强啊，因对因国内资本家，因咧设厂，因做农林企业，有啥物优惠无？恁台湾来，我嘛有互你哦。安尼个就真正足好诶嘛？我要比较啥？毋若是甲你本国比较，我甲其他国家比较啊。伊是美国，伊是日本，伊是韩国，我台湾啊，大家拢有，安那啥物特别好？大家拢有就是同款尔嘛。你讲，基于讲你讲日本无，韩国无，独你台湾有，咱去人买物件对无？头家拢讲，我这吼别人拢无哦，这是全部优惠互你哦。啊，毋则叫优惠，大家人拢有优惠，你拢叫我讲这对我偌好，我才无咧相信。所以我是讲，今仔日中国就是农委会主席讲啊介好。今仔日这甲咱禁止咱吼台湾的往来出口去因遐，这是完全无共的。你可能无欠食往来嘛，所以台湾的往来你无介意嘛，好嘛，你有才调嘛，你较硬嘛。但是你即摆是啥？你希望台商挂咱的资金起来投资，带咱的人才去甲你帮忙，摕咱的技术去互你成长。你看当年台湾的经济要成长，咱是毋是讲外商要来投资日本啊、美国啊，对无？政府安怎讲？来，你来投资，前5年免税金，土地租金减一半。但是呢，你来投资了呢，你偌久你爱甲技术移转，对无？足侪后进国家要吸引先进国家的资金，伊当时啊要学你的技术。啊，你的人才咧，你的人来吼，这比如讲咱当年咱的新竹科学园区，对无？足侪外国的工程师要来，咱就嘛讲，歹紧啊，我遮吼学校吼，你免读一般的学校啦，你的囡仔转来吼，阮靠你办一个实验中学啦，啊，你来遮呢，你甲本国人无共款，迄叫做额外优惠，是互你外国人欢迎你外商来投资的。啊，即摆中国伊欠技术、欠人才、欠资金，希望讲开这22条，互咱台湾的台商去遐投资较好。啊，这是理所当然啊！我都看你条件有够好无，有比人较好无，我才要去啊！啥物个就讲，吼，对恁台湾的往来路，我对你较歹势吼，啊，即摆换即个吼，甲你回实咧。台湾的媒体是对啊，毋对啊？这乃是相对的。这本来你要招商，你都爱开条件来嘛。你即摆爱检讨是讲，你甲我往来安尼创，啊，我以后农产品要过去，是毋是足惊吓的对无？动不动看人毛面。过去往来去都无检查都无问题，即摆即批往来逐批都有问题。是啊，这检查有问题，是阮的往来有问题，还是你的检查有问题？你是有标准无？还是我讲的是看人毛面？甲你感情好，当拍死，就哪如老师共款。今仔日我会去老师即个修即个课，高老师的课，老师这分数当作送的啦，无去上课嘛会过关啦。结果我就去修伊的课。结果呢，就看我草包，其他人都 all pass， 我就甲我断掉。啊，你讲我以后要甲修课无？歹势老师啊。但是咱头段嘛讲到吼，作教提供着互咱的这个观点，就是讲吼，伊看到可能台湾即阵较欠缺、较歹过即个产业吼，啊，甲你下手啦吼。啊，这个部分敢袂真正影响到咱个请教委员一个？好歹势，我咧啉水啊。其实吼，长期以来啊，你看这个措施吼，就能了解。台湾的农业技术，就像咱的主席所讲的，咱是领先3档，但是领先3档哦，唔免烦恼，也唔免欢喜。本来农业技术甲所有工程技术的进步，都是一年一年的进步。你唔惊人落起来，就惊讲你有会继续行无？所以今仔日阮伫立法院，阮咧讨论这个品种的问题，品种像纽西兰的迄个奇异果，对无？即嘛全世界都咧食啊，伊敢讲伊咧种呢？无啊，伊嘛授权互你种啊。伊惊你学无？当然，拄啊，咱在去咱的节目进前，咱有咧讲，即个基因工程，比如讲，阮屏东有人咧发即个材啊，龙胆石斑甲龙虎斑，龙胆甲虎斑呐，两种石斑套起来叫龙虎斑。因为这两个品种无啥共，伊套来了后呢，19了后呢，伊生出来鱼啊，到第2代就无效啊。所以咱发即个材啊做安全的，你后尾材啊，我放互你。但是你大家要发呢，你发出来都无我这发的遮好，所以台湾的农业技术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纽西兰较厉害是啥？我品种权，我授权互你，你要家己种，要种到一模一样，歹势咱有签契约。我有签契约，你后种讲用我的材啊，你另外偷发材啊，偷去种，安尼契约。但是纽西兰这部算君主啦，安怎讲？比如说任何国家，你要我授权互你，你会交授权金。你要照我授权的要求，你袂使偷发财啊！但是你也准拄着海盗国家咧，无要插的咧。纽西兰这套就无效啊。所以纽西兰伊的奇异果，伊的授权拢是授权啥？
受关美国，受关日本、受关韩国这种军族国家啦，伊会受关互对面这个无卖嘛。OK。所以讲对这个品种权的管制，咱后阵拄着强盗国家，咱也想讲哈，伊无甲你讲道理，所以伊要甲你讨好。其实你要动也动袂掉，咱就不断的进步。是，你摕到我3年前的技术嘛，你明年来摕到，我嘛都进步啊嘛。所以农林的技术，咱一方面要保护，但是保护是对啥？对君主的国家咱能保护，对无君主的国家，咱只有不断求进步，咱将保持领先。所以这个时阵，人才甲技术同重要。是。技术好，互你学，但是人才呢，我留会调。所以即马咱同惊的就是啥？咱大家本国人才，你互看清人后面啊！即种的国家你去啊，会较有机会。咱教授去啊，3年就抬头啊！你要去，所以咱本国要提悬咱对技术人才伊的好好的栽培，互伊感觉讲啊，伫台湾的我用好好发展。莫讲为着短时间，薪水较悬，我就走过去。无2年，你的技术学了啊，人无做差别。好的人才爱伫好的国家，好的制度。长期培养，咱有人才，技术就要惊伊放啦。是啦所以咱头段嘛讲到，真正有一寡这个技术啦防君主无防小人这个对看真正若是要甲咱偷这个技术啦真正嘛是防袂了啦但是这个人才安怎好好留伫这个咱台湾其实咱真正是要好好来较长远的来去做啦尤其咱头段讲的，这个领先这个3冬的这个时间头段委员嘛讲到，其实免遐尔惊吓，咱的这个技术是不断的这个进步，但是嘛是有人惊讲这个系统性规个农业的帮办尤其透过这回农林22条咁真正有影响，咱先搁做回来看。国台办发布上新废台农林22条措施，是废台也是咧立中咧。会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有执政党立委认为这是中国一贯的套路，冇委员一支中方的态度。最大的恐惧应该会在于，过去有许多的农民或者是渔民在中国被养套杀。你去断台湾的凤梨干嘛？你就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就好了啊，对不对？给你钱啊，给你钱，然后赶快上市啊。根据陆委会统计，中国为着要摕到台湾的农业技术甲经验，1997年以来，总共批准建立15个两华农业合作试验区，28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其中设立福建省6个创业园，总共引进台资将近12亿美金，年产值超过60亿人民币。但农委会委员提醒投资者应该好好评估风险。高端的兰花产业，对，或者是养殖渔业这个部分，对，结果一开始，当你整套技术被学走了以后，透过增资，把你的资金稀释到最后，技术学走了以后，就技术也没了，资金也没了，土地也。下早农委会针对防范品种甲技术外流，到经委会进行报告。副主委陈俊志强调，面对中国技术过并不可怕，但技术甲品种做伙过去，造成系统性的流失，确实必须要重视。记者你们王兴中台北报道。是啦虽然讲一个立法院嘛真侪讨论就是看这样修法透过修法是讲农委会已经有提出着一寡这个方法要来控制着讲咱的这个技术也好，人才也好大量过去亲像这个西进，安尼这个败害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农委会已经反制掉22条这个措施有啥嘛？过去咱嘛看到讲有409项的这个农业品项甲这个技术为着要防止甲中国来去做一寡这个发展嘛要建议来去修订咱讲的这个食物品种甲这个材的这个法但是有人讲这个409的这个品项有当时咱是安尼定，但是有当时伫咧法头顶是法无的。主任，对我其实赞成讲农委会爱安尼做，而且我更较积极的落去做，因为你有这定这法，但是你最后你执行的时爱强力的执行，无你有这法，无人你甲你撤销就无效嘛。拄嘉宾委员讲了真好咱其实咱回头你看讲全世界因迄个像讲纽西兰像讲遐德国遐个国家，甚至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农业大国咧，你刚才讲一个细你沙漠内底的国家，伊会使做到农业大国，安怎做？靠着技术，靠着技术。所以你知影，日本嘛是农业的技术大国啊，所以袂使干那植物甲种苗，搁有啥？搁有迄个想讲猪甲牛嘛，因中国就是甲咱
旧年也是前年嘛，去偷摕日本和牛的迄个精子嘛，要过遐饲，结果去互掠着嘛，吼。所以我讲吼，中国伊的迄个所有的手段拢用，甲你偷摕也好，甲你人才吸引也好，吼，啊，甲你资金吸引也好，吼，伊就所有要拢卖，就拄仔讲咱赵军讲的就是，伊就全套要甲你赶过嘛。因为啥？因为未来吼，阮看5年内吼，拢是全世界缺粮。哦，欠食的啦，是欠食的，所以因会大量的甲所有全世界资金，你有法度发展农业的经济啊创，加上啥？加上旧年中国是做大水，是，所以做大水以后，伊真济这土地伊是无法度利用的，伊家己无法度投资遮济钱去做，所以伊需要来借这国外这资金来做，所以拄啊。委员嘛讲嘛，伊唔是要废台啦，是废伊家己啦。是啊，所以源头过来讲，拢咱这技术，其实真济咱这一部不管你是经济也好，还是咱即马讲的迄个种品种也好，狗嘛是有品种，鸟嘛有品种也好，伊所有真济拢爱有，咱即马拢用技术的基因改造嘛，基因改造啊去改良伊个譬如讲肉质也好啦，还是伊个产量更较济嘛吼。譬如讲，我有咧参与，就是咱即马讲迄个台湾和牛嘛，原生牛。原生牛伊即马来讲用迄个种源战略。伊迄时发布的时阵哦，中国就来你要开始你甲你蹭啊呢，就开始讲你原生牛会使赶去中国去饲嘛，对不对？但是咱遮当然嘛。拒绝啦，原生牛的迄个种，咱即马用国家来保存。OK， 国家来保存。咱即马讲第一代拍种，第二代拍种，再改良，改到最后，我会使授权互你饲，但是你无可能饲出来比我较好的，因为安那，你看澳洲嘛有和牛，咱为澳洲买和牛来，咱家己拍种就是饲袂出来因较好，为啥？因为叫做精原的战略，因为迄个基因啊，用基因来配，基因工程来配，所以你饲出来物啊，你无法超越你顶一代更较好。你迄个咱即马不管你是迄个，比如讲旺来也好，西瓜也好，足侪咱即马农产品也好，拢爱用即种的技术的战略，才有法度立住。就我家己个人讲，我即马拢。甲一个屏东的小农吼，伊种咱即马讲洋芳瓜啦，咱即马毋好讲哈密瓜，哈密瓜就中国啊，还讲洋芳瓜。洋芳瓜啦，伊毋是为哈密出来咧，迄洋芳瓜是咱正港台湾的。对，洋芳瓜你日本一粒卖几万块呢，日票几万块，咱这小农种了比日本较厉害，种了比日本较厉害。啊伊的经济都甲一间咱台湾咧做迄经纪公司叫农友买，农友。啊，伊的种子你会一批买来种落去发出来但是咧，你破开内底籽，你摕去种就是种袂出来了。就是过去咱讲这个大家去摕伊这个籽落去种，但是伊这种农友改良过这个部分，你食了物件摕去拍拍，要甲种是种袂起来。所以咱农委会来鼓励像讲即款的公司去发展技术，有法度甲这。咱即马台湾这种苗好的这品种保留落来，发展这经济，经济啊，咱经济咱就会使补助咱的农民落去买这样经济。啊，伊种起来以后，伊第二代你不管你中国摕去种还是倒摕去种，你就种袂出来。所以这我感觉农委会爱做。第二就是咱这法律爱修，爱紧积极落去做。啊，创完爱强力的落去，咱讲执法啦。啊，你也无执法，然后无你管理啊，共款，搁关过啊，害死咱台湾这真实啊，拍拼的这农民朋友嘛。有影，咱嘛讲到这个技术这方面其实透过这个伊的这个品种也好不断的这个改良咱会当做到这个。伊的这个种袂去咱讲过去偷学去，还是讲偷种去啦但是有一寡这个人也是少数的人伊若是做这个顾问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法度去发啊，是无法度发啦？咱继续搁请教秘书长啦咱看到讲兰花过去兰花啦过去伫咧咱讲文心兰也好啦有进到这个西进到这个中国去啦但是咱即阵嘛是维持了真好的这个外销环境，也是讲规个这个产业链对着国外这个咱讲会当去产销也好。咱其实会当挂保证免去惊吓，但是若是讲
亲像有人去做过问这款的这个现象，咱怎去防止？继续请教秘书长。当然，离境这个市场的部分因为咱的技术相对来讲呢是较开放，大家嘛累积一定的一寡经验，所以讲入市场，大家喺建立这个市场和这个环境是包括几个专家所讲的，就是台湾咱兰花到今咱有一定的能量，是因为咱有好的资源，咱有好的品种，所以讲咱最近这几档其实嘛拢咧推广品种权的部分。要怎落实，但品种权者大家来保护咱这个产品，甚至伫当地市场这方面的一寡保护的机制啦。我讲相对来讲，这拢是真重要的部分。至于规个一个整体产业的部分，确实来讲，技术人才呢是咱一个嘛足重要的一个人员的流动一个这个部分的这个过程。所以讲，这对农委会一种后续，如果要有一寡会当来做这方面的一种的管理。来做一寡有效的管理，互咱这方面的技术的迄种优势会当保留在咱台湾遮，互咱竞争的优势，都想注意头拄仔讲的，未来这3档、未来这5档，其实拢是一个重要性。别人的进步，咱家己相对来讲，咱嘛爱进步。大家拢在行，咱要怎互咱家己会当持续行淡头前。那所以讲，咱无法度一直拢把这个技术保出来，但是咱不断会当互这个技术，咱一直行伫头前。所以讲，你一寡的做法，含一寡的立法的部分呢，其实有必要会当来做一寡规范。来做一寡管理，或者当然相对来讲一寡人才，但国内遮的发展，嘛爱营造这方面的环境，伫产业的推动当中，会当有一个更加好，创造一个更加好的机会啦。我相信安尼对一寡专业人才，也是投入伫产业，也是伫产业的发展当中呢，才会当得到一个正面。要怎随时拢保持讲，咱拢领先3-5年，咱不管伫咱的品种上。也是伫咱的技术上，甚至伫咱的市场面，咱这个部分，咱都其实咱家己嘛，农民家家己都嘛真拍拼，政府伫这方面辅导呢，嘛都爱彼此大家互相搭配啦。我是感觉，你农业要做外销，其实是相对来讲是辛苦的，毕竟来讲，一个市场遮大，但是咱农民的规模呢，相对来讲都有限。所以农业喺推动外销的过程当中，相对上介重要，其实爱政府伫一寡政府这方面的支持，互产业的推动会当有咱的遮一寡的力量的时阵，安尼相对后壁咱要不管咱要真的面对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至未来的越南，也是一寡新的国家，咱甲都会当有相对方的发挥。讲对外凊彩一个讲一个法案，安尼，遮感觉讲安尼就有去帮助，其实嘛无遮简单的代志啦，所以我是感觉讲，离规个产业的推动和未来的发展，迄种台湾的农业和政府遮咱紧密的配合，离市场的推动这个部分，大家要怎维持？咱保留伫市场遮，咱拢赢3-5年，当咱对咱的产品、咱的品种、咱的规格、咱的技术，都有一寡的有进步。安尼，咱离咱的农业的保障，咱相对来讲，对这个产业较会当留一寡机会。是啦虽然看到讲过去真侪台湾人过去西进真正去用骗甲惊着啦即阵咱的这农业嘛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思考讲哇，咱安怎徛点伫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咱的这个农业会当更较外销出去啦这个部分咱其实这农民一直有咧思考啦亲像讲咱头拄嘛讲着品种权也好啦也是讲对这个咱讲这个输出的这个管制项目，其实咱头拄嘛讲着会当透过家己自律啦亲像这回。伊要吸引咱的这个企业，也是讲这个资金过啦其实咱真正有看到讲过去的这个这个真疼的这个经验伫咧继续咱个请教作家啦咱头拄嘛讲着会确保这个品种的这个保护，维护这个产业的这个竞争力啦咱讲不断咧做3年至5年的这个领先啦但是咱嘛有讲着头拄讲着这个人才技术的这个部分避免咱讲台湾农业技术的这个外流，咱嘛讲这个台中这个农气所啦其实咱有真侪这个部门，这个退休了后其实有这个3档的这个时间最后卖好这个 revolving door， 咱讲这个华语讲的旋转门条款但是这若是时间一个过资金佫甲你成一个咱的技术有可能伫遮安怎去防范无？咱继续请教作家。其实这个
农业的品种啊是核心技术吼，坦白讲是养殖类甲花卉吼，较敏感啦。你也讲即个蔬果类吼，其实这品种全世界流通吼，其实是足正常的。OK。但是我即摆要提醒两个物件，可能农委会特别注意吼。第一就是咱即摆屏东，咱的即个绿金产业毛豆。哦。伊毛豆即摆日本拢甲咱进口吼。虽然咱即摆日本阁是足前第一名，但是第六伫福建迄边一直咧弱起来吼。所以即部分咱爱特别注意吼。第二就是梅仔包，就是美生菜吼。这本来是台湾算台湾之光，伫麦寮迄边，有份伫麦寮，一年差不多千几卡的龟仔去到日本。即摆第六嘛开始弱。OK。所以这拢是咱伫即个表面上即个政策看无的物件。所以咱毋是除了咱头拄来讲的遐核心技术啊，一寡较敏感性的，其实一寡咱即摆阁有领先优势的。即摆搁爱考虑到这市场占有率的问题。OK， 哈，伊即摆发展这个物件，其实后壁伊可能要看的是日本市场，因为拼这个量哦。所以坦白讲哦，因的量体较大点吼，因的生产成本一定比咱大较少啦。所以咱的这技术不只是品种的技术，咱的管理技术嘛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这部分当然，所以咱看农业的发展，一定是全面性宏观来看这个代志吼，就是讲，我头拄一直强调的这个产业链吼，上中下游一定爱共一个时阵甲救起来，吼，毋是讲救这边放好掉啦。是，无，因为阿强这个物件，我个人认为是，就头委员分析安尼，我是后壁伊个有补啦 ，OK， 毋是到这为主尔啦，伊个有补，因为。咱若看即个物件，其实因伫即个新华社新闻稿讲得足清楚嘛，伊就是习近平2019年底到台湾同胞书40周年，伊的即个伊昨公布即个物件的开宗明义，就是为遮来的嘛。所以过去胡锦涛时代嘛是有一个叫联福会，讲爱照顾台湾农民，解决台湾农产品伫大陆的问题。后壁靠咱头拄看到足侪什物。农业园区啦、和实验区啦，甚至什么农产展销，所以阿强伫台湾其实用一个大的政策镣铐下骹遮的物件，所以无可能到遮为主啦，后壁一定搁有啦，但是什么时阵出来咱毋知，但是咱来甲伊的这个意图吼，爱了准，较知影讲咱要甲应付。是，所以规个这个产业链吼，自这个下游开始吼，甲这个顶源吼，真正咱讲爱搁好调啦吼。头拄啊，咱这个作家嘛提供吼，这个委员吼，同款是这个屏东咱讲毛豆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讲规个吼，咱看着中国伊要食咱的这个市场，伊要拼量啦吼，拼量当然咱是拼袂过。啊，品质这部分若是讲吼，品质顾调，但是亲像讲这较细亚的这个物件啦吼，安怎搁去顾咧？好。我来讲吼，咱农产品爱记一条吼，台湾的农业、农产品是维持咱本土国民所需要的，这主体内销吼是主要，外销是基础的。比如讲，咱讲市场有3种市场，一种比如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讲蒜头，蒜头咱台湾的蒜头好食，啊，咱土豆好食，但是呢，以后阵讲，甲咱的技术上面学去了后，伊伫遐种来销咱台湾，安尼咱可能咱农民就无销啊嘛。这是第一件的嘛，咱惊咱国内市场去由中国农产品取代，所以咱对咱国内有的农产品咱会保护掉的。但是呢，台湾咱的民众嘛介厉害啊，吼，偏偏是咱本土的农产品，你分得出讲菜头，台湾的菜头甲中国的菜头无共无？吼，这是第一要紧的。日本人就对这个要紧。日本人因那种本国有种的、本国有出产的农产品，伊绝对领我日本的同好。哦，用大和嘛、和牛嘛，啥物名加一个和好，这就稳然后和果子。啊，你其他国家加能够那或者和果子好食。第二，就是讲咱即马要销因中国，比如讲有的物件因遐无，往来哦、山影对无？这本来因无，比如往来石刻，即马因这物件无啊。销去因咧中国市场，因做爱啊。啊，中国人伊哪想啊？台湾烧热的所在，阮海南岛嘛烧热嘛。甲你的品种偷起来，我伫海南岛种，以后呢，我伫中国市场卖，毋是台湾种的，是台湾种，是台湾种。是，这是第二项，就是因本国的市场。但是这点呢，你防止袂完啦。OK， 你要做人的生意，买人的产品，伊甲你偷学，摕去遐卖，啊，伊的成本比你遐低，你嘛无法度。但是第三种就无共啊，比如讲欧美、日本。
这个国家呢，伊是算高端市场，伊的市场较关价，所以呢，伊对做个物件检验足严格，偏偏是共款的品种，你敢卖会行毛豆好啊？咱即马台湾的毛豆，尤其阮屏东种介济，台糖地种介济客族，阮销日本，为什么日本的商社敢要咱进口咱台湾的毛豆？因为伊知影你台湾的种吼，这过程当中你农药的管制，你的产检的管理，伊会用信任，所以偏偏是毛豆上有甲你外头的技术。但是呢，我甲你台湾采购，我会放心。你若说毛豆摕去中国种，伊敢敢买？伊无一定敢买啊。所以讲，那是品种固然是重要，但是呢，一个农业毋是靠品种尔，靠你农业经营，你的制度、你的做法，吼，你惯行的农业做法，你是毋是会用互你进口国家信任？所以台湾即摆爱甲咱的台湾的农业提升，毋是靠一项品种悬，毋是靠我的品种比你好尔。品种咱继续研发，咱只要有人才，咱有技术，技术就能进步。但是咧，农民的生产环境，你要卖人食的物件，尤其卖迄种愈有钱的国家吼，伊对食的物件吼愈讲究啦。所以你后阵讲你的生产环境、生产文化无好，种出来物件虽然是共款，共款就无共介绍咧，共款就无共命咧，我哪敢食？所以呢，台湾的农民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自尊。品种我会比人较进步，但是我的生产的文化、生产的制度、生产的品质，种我要出口去别个国家，有这个先进国家会通去信任。所以咱大家爱自我要求，毋是讲甲你中国拼啦。OK， 毋是咧拼介绍呢，还是讲拼这个量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过去这个市啊吼，咧大套房要去甲你抬掉，这款的这个经验，大家也阁真清楚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有地啊，有咱的这个金红啊、金砖啊吼，阁有兰花啦吼，等等这个部分，就是即阵咱嘛是有严重来去这个外流啦吼。但是咱讲吼，这回这个农林22条，所有专家看起来有当时啊吼，真较乐观来去看吼，但是嘛是爱。有当时啊，咱讲到伊这个内底咧想啥，是讲伊这个整体策略，就是要食掉咱的这个市场，咱其实嘛是爱看到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虽然吼对少数的这个台湾人有利吼，但是这个对大多数的这个台湾农业的这个造成伤害吼，不利两岸发展吼，这是咱农委会副主委邱水正伊所讲的吼。这个农委会主委吼伊讲吼，这真正是这个新冠啊吼第9周年啦吼。另外农委会副主委吼讲单纯加啦，伊讲啥？伊讲啥？这个农委会虽然是这个管制主要这个部门吼，但是技术人员一旦若是退休了，就是一般人士吼，都无该咱这个管制这个范围内底啦吼。讲人才这个流动吼嘛，真歹拼变。另外行政院政务委员吼，伊嘛讲到吼，这个部分就是要矮化咱台湾吼，相关的这个补助。甲其他这个措施吼，嘛有真济风险伫咧吼，爱有所警觉吼。另外，大农业系咧吼，这个教授吼，伊讲啥？同款吼是换汤无换药啊，然后咱看到这个限制咱的这个往来吼，即阵又搁有这个惠待措施，真正是两面的这个手法啦吼。所以咱讲吼，这是中国3月吼往来禁令的这个整体布局啦吼。趁着这个贸易的这个障碍吼，吸引台湾人才过去投资啦吼，所以咱讲吼，有的人讲这个往来了后要搁禁啥，要搁禁咱的这个链务等等吼，将这个朱凤莲伊嘛用到伊家己的名来去吼考试一下啦吼，讲后一个部分就是禁咱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整体布局咱可能嘛是爱注意内底吼，所以变什么网啦吼，继续请教咱的主任。对，我感觉吼，就是因咧禁，但是咱拄啊，大家拢有一个共识咧，咱家己爱进步。是。这进步另外吼，咱讲除了咱其实吼足够生产的，但是咱拢无啥够卖啦，吼，卖去别个市场嘛。所以往来吼，即摆变讲吼，因祸得福，你知无？是。变讲，因无爱食，结果咱个媒体甲拼出以后吼，日本来讲我食了无够，你加我卖我一寡。澳洲嘛食着鸡嘛，澳洲呀，伊用啥？伊迄时阵就甲叫我甲澳洲无好，就禁止伊龙虾嘛，禁止伊红酒嘛，所以我会感觉吼，咱全世界吼会使来组一个吼中共受害者联盟啦吼，今仔伊进这来，咱这联盟大家来甲这产品甲消耗完，哦，我讲这嘛就是敢若咱讲地花啊地土的概念同款嘛吼，这毋是无可能，这我讲国际组织会使安尼来合作。咱拄啊讲倒来讲，咱家己爱进步，因为吼进步啥，咱家己吼来讲唔好消贪啦，吼消贪。你看真济过去的拢是因为一时的消贪，结果过去你贪嘛无贪到，结果你还是足多人啦，吼。所以咱拄啊咱
农委会副主委有讲啊，讲啊，你人员的管制吼，其实无爱该晓管制。伊是公务人员，伊有法度管制，但是伊退休完，迄个一般老百姓你要安怎管制？是。所以才变讲，你爱回到讲咱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你若认同咱台湾，吼啊你绝对你保护台湾、爱台湾，你无可能去做讲害咱家己的代志嘛。咱即摆有真济就是认同。关真侪农民嘛是啊，我问过，即我台湾人，但是我嘛是中国人，结果伊就变讲爱技术赶过，伊无迄个感觉嘛，所以我感觉这教育吼，咱个一站一站的教育吼，这咱爱家己加强啦吼。那未来我是感觉讲，咱的投资、咱的研发吼，台湾迄全世界我所拄着吼，然后到阮我过去伫美国读册时，我讲啊，恁对阮台湾的印象是啥啦？吼，科技甲水果，真的，因为科技甲水果，恁科技足厉害，啊，但恁水果嘛足厉害，啊，所以我感觉咱水果有咱的竞争力，有咱的竞争力，全世界出名，吼，但是咱袂使讲，因为全世界出名，啊，咱就激放放，啊，咱中国一直来哦，咱一定爱甲咱的品质，吼，啊，甲咱包装，吼，啊，甲咱的推广。像讲美国，伊就定定来台湾来咧推广因的牛肉嘛，吼，因的稻，因的迄个小麦嘛，吼，即推广因的农产品。咱台湾嘛，应该讲组织咱去即个先进的国家，咱去推销咱的农产品嘛。就讲我最近哦，咧推销俄罗斯推销咱的水果去卖遐，啊，但是爱克服啥？克服咱运输的。是啦吼，即地咱搁爱克服啦，尤其咱讲吼，即个农产品也好啦吼，伊其实即个寿命介短啦吼，亲像讲啊，过去咧即个进往来迄阵，伊就是吼，无爱甲你即个检验嘛是都放去遐互烂啦等等吼，伊若要甲你雕，就是有办法啦吼。但是咱讲吼，即回吼，咱讲到即个往来即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咱基本上吼无即个固性的即个糖吼，伊讲吼，即款糖如果伫吼，咱讲即个误批内底检验出来吼，真正是要甲咱吼。咱讲证据伫咧倒位啦吼，要甲咱乌限啦吼。另外咧，咱讲吼，即个过去，即个中国国台办朱凤莲讲啥？去年28批吼无合格吼，但是无得到改善吼。咱讲吼，过去2月底已经吼，即个吼提出这个数字吼，到今年2月26号为止，咱头拄咱过去即个6200批啦吼，无合格吼，敢若13批啦。咱过去嘛讲着吼，敢若0.03无合格啦吼。即个讲法甲即个中方的即个指控，真正是斗袂起来吼。所以咱讲吼，即个禁令吼，真正毋是甲咱吼巴巴咧，啊，即阵佫甲你吼优惠措施，咱就真正交信吼。上尾佫请教即个作家啦吼。为什么建议伊啦吼？即个台湾农民也好，也是政府啦吼，真正因咱头拄也讲着吼，规个即个产业链吼，真正爱甲救起来，无即个3档5档，虽然咱的技术有咧进步，但是有一时啊，伊若是要甲咱拼过，其实咱嘛是去要拆只萝卜。我感觉台湾的农业爱进步，爱行出去啊，爱和其他国家爱加交流啦。讲实在，你讲咱是即个水果王国。应该是1970年代啊。哦。那咱当然有啲进步啦，但是咱爱思考着可能别人进步更较紧。好，所以我记这个意思就是讲，唔是咱无好，就是讲咱更较积极。好，卖为着讲中国甲咱创空，咱着改成拢着车行，其实无需要。是。咱的体质是足好的。体质好啦吼。咱是一个算真幸福的所在，为寒带到热带吼，一个岛屿。全部算你要食什么物件拢食有，但是所以咱爱找咱的特色的所在。我认同委员讲的，无一定逐项物件拢爱出去。系不得啦，咱爱找有竞争力的物件出去。啊，这就是爱去国际加交流，你较知影讲咱的竞争力伫对啦。国际这个部分吼，毋免讲全拢行出去，但是咱有特色的物件行出去，咱继续上尾。我是认为讲吼，真正农产品的出口爱讲究啦，毋是讲卖出去就袂行。你爱看卖到检验同检嘅国家，欧盟是吼加拿大、日本这种市场，因为因消费悬，因对进口物件检查介严格。我就讲迄个句型好啊啦。坦白讲啦，我伫屏东有往来嘛，阮往来龙安怎讲，贸易商来加价嘛，一卡货柜，伊到中国海关伊爱抽查嘛，抽查6箱嘛，是，但是贸易商甲你加嘛，你这6箱吼，就放伫遐互伊检查嘛。就放啥物位置，拢甲你报。这这套好的嘛，贸易商伊嘛是要趁钱。对方也总讲愿意甲你放水，
伊就甲讲啊，阮海关验这6个所在啦，你就囥遐，阮就起来检查，大家睁一眼闭一眼啦，大家安尼就互你过啦。但是你也准认为讲，日本人检查你台湾境口过关，敢会安尼？你敢会农民你问看卖？你敢相信我日本人海关咧检查，伊甲你讲要囥抽倒几个口箱啊，对无？所以讲咱农民就想嘛，啊准备销日本的哦，爱照步来哦，你袂使甲含含糊糊。但是无用先甲讲啊，你要销中国，因这足凊彩，你就囥这所在就好啊。这因亲身讲的嘛，所以讲真正咱嘛唔敢讲，咱销中国的咱的农产品，都完全100%符合因的检验的规定。但是问题是你执行检验的人，你有照去工行无？就像讲，歹势老师就甲你做例啦。总讲一个老师做严格，我这个学生我自我要求悬，我准给这个老师我用通过伊的课程，我就介厉害。阵一个老师讲放水，我伫遐当100分，你想看卖？我会遐认真读册无？所以我认为讲台湾的农民，咱认真，咱去销迄种足关键的市场，咱唔惊人高水准难检验。阵中国这种市场，因嘛清清彩彩，因就无重视因国民的健康嘛，伊清清彩彩，你当然嘛清清彩彩嘛。